物件拢放的，来，拢每一个人爱挂手笼，上无爱挂一个。妈妈，好，行，咱做伙去。茶啊，先放咧遮。哦，有梨啊，空咧，有梨啊呢，烧酒梨迄个梨。到位，呀！我买我的鱼啊，鱼啊，就大诶。对。来，大家会使行来遮较浅的所在。快快咯！因为我无想要用长，我找到寄居蟹。寄居蟹对，遮足济。这个一粒一粒软软，那是啥物啊？迄是软山蚵。软山蚵。嘿。哦，迄是山蚵呢，山蚵。嘿，表示遮的水足清气的。恁敢有人要来看山蚵的？山蚵就是安尼软软，嘿。来看海棠来。西了就是像即马即个所在，对无？所以主要就是讲，伊一定爱生做安尼，袂晓生啊伤水，马上就去哦顶头的鸟仔食去哦，伊就爱生做像伊安尼。哦，这海棠。哦，海棠。哎呦，这钓鱼啊人拢来掠这去钓鱼啊。开心哦。会上来哦。就大只的海参呢，啊，啥要摸无？我想要摸。你敢有想要摸？你可能我手里管。哦哟！哇！放尿伫我身躯顶，放尿伫你身，放尿，放尿！哦，我好伊的尿闻到啊！好啦，互伊休困啊啦。好啦，莫搁甲笑啊啦，伊要无尿啊啦。嘿啊，膀胱啊无尿啊。你要转去煮汤啊？行。你讲起这个海菜，真诶。捡一大堆海菜。你是要搞啥？我知。我这里捡来好耍的哈。这会讲台语。酸蚵，酸蚵，海参，海参，海菜，海菜，软软的，软软的。